大家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丁牧师，平安。平安。牧师，咱这集是189集啊，这集的主题是非洲啊。我多应用网看到4篇白话字迄个以前写的物件啊，年代这几啊年代台语拢无啥共款啊。牧师，你对非洲看法是啥？差不多是细汉的时，感觉无熟悉的所在，渐渐过来咯，发现讲哦，遐有真侪动物的所在，过来就是有卖乌人的故事的所在，罗雷迄款的故事，罗雷迄款的故事，过来就是乌人甲乌人家己战争，乌人甲白人战争，等等的发生这款的代志个所在。但大家应该拢捌听过史怀哲吧？对啦，所以变做是遐代表，一个李文斯顿吧。对，李文斯顿。这无一定这是以前迄个欧洲人要灌互咱的迄个观念啦。就敢若非洲这落伍的啊，迄个基督徒是世界光去救因。即摆有人较会批评，但我要讲是，搁倒来看，你若是当做因是较落伍的，你的物件摕摕，啊人掠去做奴隶。差不多迄个所在价值就是安尼尔嘛。只是有一群人因为宗教的关系，感觉讲咱所有人，毋管什么人，拢是平等的嘛。这就是迄个保罗讲的嘛。因就是走去遐，所以咱即个4篇拢有讲到差不多这个内容啦。牧师，你有啥要先讲的吗？无，你这已经讲得真清楚啊。所以咱就为史怀哲开始读课啊。这个人，牧师就熟的吧？郑俄玉。我知。你这应该本人你捌看过吧？捌。过身了嘛？过身了。这算咱迄个萨成白话字的前辈。对。还有写迄个教科书啊啥。对。我毋知伊遮尔尊重这个史怀哲。有写一篇文章来看下咱迄个咱白话字的前辈安怎写文章啦。无咱就来读好。好，请。20世纪黑暗大陆的速度，11月1日，顶部礼拜刷，在看新闻的时，发现到苏伊塞尼史怀哲，想到1952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金的技术。咱拄即嘛在咧颁迄个诺贝尔奖，所以这时机拄差不多感觉若亲像家己的代志。安尼欢喜到袂固定，随时走去报人知，也迄下晡讲道的题目临时变更做20世纪黑暗大陆的速度随赛呢。所以这有淡仔像是敢若是伊的讲道的内容啦。所以你嘛参考一下。伊是伫1875年1月14日出世伫德国甲法国的国界，现在78岁。伊有家己写传记，叫做《我的生活甲思想》。其实这本我摕来看，袂歹看。我头有用的摕来看，且伊的老爸是牧师，老母也是牧师的查某囝。伊伫这个敬虔的信仰家庭，甲3个姊妹，一个小弟做伙大汉。伊伫细汉就有机会通学管风琴，也9岁就做教会的琴手。后来又写我的幼年时代甲少年时代，在少年伊的囡仔时代怎样的幸福。我看到这有错一条，咱即满敢有可能9岁去做竖琴诶？敢有这细汉诶无吧？较无可能啦。所以这应该是迄个应该天才啦。其实伊有4个博士呢，我是敢知。医学嘛，心学嘛，铁学嘛。不是音乐，伊就是音乐嘛是博士啊。这即满应该无人会法度比的。但原来9岁就要做竖琴嘛。18岁就史特拉斯堡。史特拉斯堡。史特列斯堡大学伫遐对荷鲁兹网读神学，也对米勒鲁网读铁学。这同学啊，我感觉伊足坚持的，
应该要甲写做别回事，像这 Strasbourg 史特拉斯堡，伊就写苏德列苏伯嘛，这 Holtzmann 这伊的老师，伊就写荷鲁兹曼，咱嘛爱坚持，对不对？铁甲这是Winderband，伊就写做 Windeluban，伊这老师拢写出来，继续第。在学中21岁的有一个早起，伊决意到30岁，要为着家己研究学问甲艺术。30岁以后，要为着别人奉事来献一生。毕业论文是写史莱马哈的圣餐论。伊是讲迄个，我会记得是讲圣餐，咱毋是迄个啥物变质嘛？到底讲迄个饼是毋是基督的身躯？还是意义的，还是实际的？伊伫进前有一人写过一篇啦，伊照伊个继续写啦。我印象是较咱即马长老派讲法的。继续。24岁做苏德列斯堡圣尼古列教会的牧师，尼古拉斯教堂。27岁受聘去做苏德列斯堡大学新人院的讲师，以后数年久研究耶稣传甲巴哈的音乐。28岁兼做圣多马新学院的院长。29岁决意要去阿非利加传福音。满30岁的时，出版耶稣传研究的历史，提出非常大的课题甲丰富的新学界。所以讲这段就是要甲伊讲，伊是21岁的时阵，突然决定讲伊30岁进前要认真读册，30岁以后伊就是要奉献一世人，伊嘛有影做够啦。因进前这毋是讲伊一般人尔，伊是会使做院长什么伊册听讲嘛袂了就好诶。个音乐家，尾仔伊嘛是逐项拢甲放煞，就专心要去非洲啊。凡若要研究基督论的人，无论新教还是旧教，无读这本册是袂用的。这本册出版了后，就去入苏德列斯堡大学医学院的1年生，上时也互伊的负责人去读护士学。迄年代敢若上好传教方式就是医疗啦，对啦，因为遐人根本就咧判病，你要甲讲伤济嘛无法度。你有带药有啥会使甲治疗，伊就较愿意来听。台湾早期嘛是安尼嘛。伊讲要去阿非利加传福音的时，互人真着急，人拢主动，因为伊已经成做当时第一流的神学家、哲学家，佮也是第一流的音乐家，就是以管风琴的演奏，到呾也袂有人对伊会着。无说你若是拄着即款会友，你敢会较支持啊？伊讲伊突然要去非洲宣教，问题是逐项对即马教会拢真有路用。一般是会啦，阮爱看迄个人啦，看迄人是平常是公司的有教师咧做无，还是碰碰诶，我小可看会出来。但我讲伊这下意思是，迄阵逐个人都比较主动。意思就是差不多是讲，迄款所在有更较少年互因去就好啦。你即马踮遮，你知伊是迄个有影管风琴大师呢，澳洲拢邀请伊去表演，伊个会晓修理哦。伊拢去听讲嘛，带有问题，甲大家讲这带有问题。伊是专业的，然后伊毋是可能讲会晓演奏尔，这可能是一种才能尔。所以无输你会甲支持哦。若是我嘛较主动，老实讲，反正伊去啊，伊而且伊是先去学医学得去的啦，而且。所以有人讲，你着爱将你的学问甲技术来荣耀主的名。阿非利加无的确着你去，别人也会去。你若去遐是拍算主所互你的智慧甲才调，反正袂亲像到呾安尼荣光主的名。我理由嘛是共款，对，这条，你讲
迄个所在别人拢会使去诶，你去也无机会弹管风琴啊。你要写迄什么耶稣伤过复杂，当然我听无。啊，你去就是拍算啊。啊，就是听众想看卖啊，反正伊去啊，请。属于赛尼38岁，主耶稣受难的日，甲伊的负责人出发去阿非利加的南巴雷内，这个所在南巴雷内，在西非，非洲的西边，加平迄个国家好在加蓬，但毋知听过无？这我去查，无我嘛毋知。伫遐开始医疗团队，伊的事业虽望为着第一次大战来终止，总是后来有个继续到40年久。伫阿非利加医疗团队的经过，有写伫水甲原始拿的中间5本的册。所以伊嘛有继续写啦。迄我都毋捌看过，但是伊淡仔毋是去了放弃啊，伊淡仔40年咧，中国战争啥个转来啊，反正伊就一直无放弃啦。这伊伫遐年底无用的工作的中间，要顾一面研究，继续研究神学、哲学甲音乐。伊的著作非常多，无论各方面拢真杰作的杰作啦，都表现到就好诶啦。伊伫青年时代伫服务兵役的时，感觉主耶稣的根本的思想是关系天国的犹太教的종末观，主的运动的根本是抗伫这。老实讲这我看无所以知啥物意思嘛？我毋知啥，你嘛毋知啥物意思诶？这我感觉就深诶啦。我咧想意思是讲，咱要信基督，袂使看他看现实尔啦。伊迄要搁再来啊，审判迄部分虽然是上歹证明诶，但是迄是真要紧诶部分啦。迄是爱认真去看诶啦。所以我嘛就歹解说，这个灵感后来就安尼做伊一世人诶神学诶立场。伫第一次大战中受掠诶时，伊就开始写文化哲学，讲世界诶文化得对了，变做野蛮主义，是因为暂时诶乐天诶进步主义诶世界观来失落道德诶引端。若是要救这个危机，就只有外靠信仰来举起道德，以外无别路。我会使讲另外一件代志，大家可能较了解伊诶意思。伊意思讲，咱即马伫文明诶社会，咱变做较注重现实。其实你想看觅，你若有影相信讲耶稣会过来，还是讲咱个有迄个美好诶天堂啊啥？咱即马其实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你知道吗？咱即马伫文明诶社会。你受了真好的教育，所以即马会使做的就是去救更较侪灵魂啦。所以咱即马来看，感觉讲伊敢留伫遐有时间去弹管风琴啊，啥在那个大家敢若较有路用。其实伊上路用所在是实在是爱去非洲这个所在啦。因为遐离迄个救恩个就远诶啦。所以差不多意思啊。所以讲咱即马规个文化对落，就是咱失去信用啊啦。咱敢追求现实诶代志，这暂时诶啊，像讲食饱啊，什么进步，这东西，这个世界对落原因啦，差不多这个意思。但我相信听众朋友专门在研究释怀者一定比较较了解。但我看起来我诶感想是安尼啦，伊一直咧甲大家讲，恁即马就是立于不败之地啦，你即马应该爱更较勇敢去做遮诶救灵魂诶代志啦，而且。伊诶事业会重视一贯诶精神，是要实行主所交代伊诶使命，也一面是要赎到打欧洲人对欧面人所犯诶罪过。伊诶事业费大概是对音乐会所收诶会费，甲册诶著作税、演讲诶谢礼来维持，所以会用得讲是头到尾独立自给诶传教家，这个伟大诶传教家、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医生诶，属于赛尼，
也会用得通讲是20世纪黑暗大陆阿非利加的速度。纯粹的传教家对伊的传福音的工作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金是伊头一摆，对安尼已经会得通对内外公然发表讲，传主耶稣的福音的工已经是直接伫贡献人类甲世界的和平啦。愿主的神照顾年老的苏尼塞女博士，互伊久久伫世间荣光伊的名，也常时阁兴起济的传教家来对伊的脚步。阿们。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作上帝的囝。马太第5章第9节。尾也有引用一句迄个金句啦，马太福音的金句。啊，好啊，牧师你有啥物看法无？无，我毋知影伊对sway者遮尔啊尊敬，嘿，遮尊敬。哎呀，为着听了这消息欢喜甲改迄个讲道来用。啊，在咱这个时代，咱一般是较马改吧。啥？我家己本人我是真尊重迄个巴克利啦，因为我对文艺术较有感情。我感觉有法度写落来，这是最要紧的代志啦。当然，真侪人去认真去山地宣教啊，互因药啊，传信主传祈祷，迄嘛最了不起的。但是我真佩服迄一直坚持咧做文艺术工的人，所以那我来选，我会选巴克利啦。无输你也选上了。我嘛是敬巴克利。安尼哦，我做文艺术工出来。哦，所以咱两个差不多，谈遮录音，对啊，所以咱两个算共一组啦，但应该有真侪人是真佩服这款的啦，就从第一线啊，医生这款的去病院啊，像伊这最厉害，伊拢无用人的钱嘛，伊写册啊啥，的有影是最厉害啦，这无会讲，当做大家迄个模范啦。好啊，过来这篇当做一个对照，因为有当时你感觉讲，敢若拢是咱这嘛是澳洲人来、美国人来、加拿大人来甲咱个教育迄个感觉啦。啊，本土的嘛是有宣教书啦，所以即嘛要介绍一个非洲本土的宣教书。啊，这有这 Crowther， 啊，这人是伊是非洲人，啊，互人袂去做落咧，袂做咧去英国救回来，因为英国开始讲袂使卖落咧啊。英国是上早安尼禁止，所以伊就去掠去别个所在，啊掠做别个所在，迄个所在有迄个神父就找伊去教育啦。感觉讲这人巧啊，伊就去学英文啊，尾仔嘛，毋是神父哦，应该是是牧师啊，歹势，叫我分袂出来，是牧师嘿啊，差别是啥呢？就是英国的是牧师啦。天主教他是神父啦，啊尾啊伊就因为伊遮写一本圣公会祈祷书嘛。哦对，所以是英国圣公会派，对了。啊尾啊伊就变做牧师，啊上了不起的是啥呢？伊尾啊搁去牛津大学摕到博士，而且伊嘛是做文理术工的，伊搁甲伊的圣经翻做伊的主语啦。虽然我感觉伊的主语应该真正看无，总是一个保留伊的迄个文化机会啦，啊，包括讲圣公会上顶啊，上要紧一本或者祈祷书嘛 ，The Common Prayer， 啊嘛翻做伊的族群的语言。但是咱有哪些看澳洲是感情就乱嘞，因为咱以前咱咧读册时定来感觉讲八国联军就无水准的啊，什么烧圆明园啊，还是讲以前来卖鸦片啊这款的，有影接触到这个宗教咧，知影讲。信用是良心啦，伊嘛是上早禁止去掠落咧，啊嘛有影对全世界真侪医疗拢有真大诶帮助啦。我感觉这篇是巴克利写的，我是你感觉咧？我感觉你真，因为1890年迄阵会晓写几个？是啊，有影啦。对啊，因为迄个他出版尔，台湾府城教会报。上早期可能头前几期可能拢迄几个人写的吧，所以我感觉这应该是巴克利写的，但是我感觉尔啦，
但这上早迄个年代写啊，大概读讲卖啊，第一版或者库利德的小传啦，1890年10月出版的，真无错读，这。伫阿非利加州有一个监督，姓库名列德。这介绍一下，监督就是主教啦。对，圣公会有淡薄伫天主教甲基督教中。对。咱或者咱有什么长老啊、牧师啊，什么这名，伊嘛是一区一区的一个较悬的牧师或者监督啦，像迄个主教安尼，做监督、监督。做囡仔时，伊拄着回教起兵来吞打伊的乡舍，受迄所在的处体，杀遐个勇壮的人，若是妇人人、查某囡仔、甲细汉囡仔，拢互伊掠了，用船载去西洋的所在，卖人做奴才。库列德做囡仔时，伊的本名叫阿盖，老爸互人刣死。本身甲伊诶老母、小弟、小妹，拢总互人掠去，赶入大船底，艰苦讲袂了。经过日子不知久长，海诶水路也真远，所以伫水路诶中间死要一半去。等待到西洋，阿盖互人卖，甲人换一只马。伊诶老母、小弟、小妹。佮另外卖互别人做奴才，佮互人几若番甲卖来卖去，到买手来，拢是将人换货，百外人的中间，拢下伫床底，死的不知济。安即嘛就歹想象哟。这是迄个年代是可怜。对啊，死去就死去啊，活落来嘛不较好，就卖来卖去人敢若买咧卖咧。有诶一家伙就跳了去啊！所以伊袂甲伊诶厝诶人拢分开啦。阿盖得到无啥代，要搁再去别所在。我这下毋知什么意思。我就是讲，因为伊个囡仔啦，无啥物开来，尾也无人要爱，所以无凭机票，搁互再去别个所在要继续卖。加在伫水路诶时，拄着出巡海面诶兵船。互因阻止查验贩卖的事，所以床底遐个死无了诶，拢总赶过去兵船的所在，众人欢喜扑扑跳。了后，一只兵船趴伫福地平城，对，即嘛或者狮子山的所在，近迄所在的港口。我用者，这伊讲拄着兵船，就是迄个年代，英国开始伫掠这啊啦。就讲袂使凊彩卖人，拄好伊无去往卖走，所以个船个再造，就是因为安尼才去互救回来啦。所以即马救去一个狮子山这个所在。迄个城内有一座耶稣教的礼拜堂，住伫拜堂的牧师来到迄只兵船的顶面，看见阿盖亲像孙良的款式，所以问伊：你甘愿对我吗？我就带你入城来读册。阿盖不知欢喜，迄个牧师才带伊入城，到礼拜堂内教示伊、养饲伊，到18岁甘愿受洗礼入教会，所以换伊的本名叫做库利德，不然做阿盖，所以嘛是18岁才会使受洗礼，嘛算足君主的哦，无讲你念伊爱洗，嘛是互伊自愿啦，对迄点，库利德诚实教极，立志光明的地，久久主义宣教的心，常常惊了未得救，搁到英国的书院内，几若年来勉励，竟然家己出气力，得到大进步，到伫才调做成，主意要去分享传道理。所以伊即马。算讲受了真好教育啊，嘛离开伊故乡啊，无想着讲伊嘛是想要转去啦。转去本所在了后，将近3年一久，忽然拄着伊诶老母要得甲人做奴婢，逐个诉出艰苦诶情，也烦恼也欢喜。
甲在伊小弟小妹也有缘伫本乡，甲人做奴才，阿介就出钱甲伊赎回，算来下中间自分开到做伙已经25年之久。以前伫即州徛起诶人，无一丝离诶知识，亲像精生一款，三甲遮人敬拜偶像，所行写撇。但今仔日大争吵，竟然知礼捌义诶人济济，还佫袂尽，所以 Crowder 捐出本身诶钱财来做赎回别人诶身价。伫即所在就有人学迄个款，感化人真济。到伫开义学、说育婴堂以及翻译圣册，甲遮诶好事渐渐兴起。几十年尽心来教化，这就是即人做起头。那亲像阿辉离甲酒熬诶圣人，毋知大有迄个对着这故事无？但是伊是本来是一个囡仔去用掠去做奴隶，结果介绍无好，所以无去卖出去，尾也去互英国诶军官救转来，救转来了后，就交去圣公会开始读册，因为想要读册啊，尾也去到英国，去摕着博士啊啥，但是伊就决心讲要转去非洲斗宣教啊，所以讲真上帝有眷顾伊啦，会找到伊妈妈啊，伊厝诶人，伊就真侪钱拢摕去赎一寡人出来，啊嘛上要紧诶是继续教育因啦。所以即马这写文章诶人意思是讲，即马非洲已经有在进化啦，以前敢若会食人啊。或啊拜偶像啊，惊一寡写撇诶代志，可能是烧人啊啥，反正一寡奇怪迄个限制诶方式，杀囡仔啥啊，慢慢教化，总是还是无够啦。看一个人嘛无够，即摆这风气有起来啦。伊诶名声就开始传出去啊，啥？对安尼 ，Crowder 诶名声传到外邦，众人故意做教会内诶监督。伊现时有缘伫本乡出力教示人，因为日子快过，忽然间老母，虽然老母，这老母什么意思啊？这拢冇了呢？哦，你讲老母冇了意思哦，就是啥物骨头啥拢较硬啊，皮肤啥拢冇了，这以前讲法哦。对啊，但写这人，迄阵写这个非洲人已经81岁啊啦，所以。应该是无偌久啊啦，嘿这。虽是老母，精神要固壮健。想起 Crowder 做囡仔诶时，拄着互人掠骨肉分开，佮经过济济艰苦，到尾因母仔囝佮做伙，兼毋是因为 Crowder 有迄点真诚诶心，得到上帝庇佑，伫无形无相诶中间，若骨肉。对伊一人得到稳定，就迄周诶平平得到稳定。若毋是迄个牧师带伊倒去，只是伊做成栽雕，要太有安尼。足见救主耶稣诶慈悲无小可毋够，安尼通做光明诶干净。系啊，这故事嘛就好诶吼。就本土诶啊。所以毋通看他想讲释怀者尔啦。伊真要紧，但是嘛是因为真侪人会好兴起啦。像这就是真好诶见证啦。过来即个牧师你们敢知影？马里逊啦。系啊，马里逊。我当然知影，这来中国头一人。安尼哦，我就看了真侪学校，这马里逊什么学校？对了，所以就是第一个来。对啊。来亚洲下宣教的吧。1782年出世伫英国的人，嘛是算文理属工，所以看起来宣教拢第一步拢会做文理属工啊。对啊，更加翻译啊，互大家去看有，所以嘛到翻译圣经，迄阵是用汉字写的，嘛佫有写字典，去马来西亚遐、马六甲遐，佫有开学校，这边有这12岁做领袖。伊是真短啦，伊介绍迄个非洲诶代志，这样。
莫里森先生讲，南非洲有一间礼拜堂是本地土人起的，内中有一个12岁的囡仔做传道。我拄仔讲9岁苏琴啊，12岁做传道。这个囡仔捌伫教会的学堂读册，倒来厝里了后，大声甲厝边的囡仔伫山顶写字，厝边的人就三甲起一间礼拜堂，请迄个囡仔做领袖，教册讲道理。伊所教所讲的，拢是伫4本福音书的内面。同乡社的人对安尼来信主，别乡社的人也有因为安尼来羡慕道理。对安尼看，为主做工，咪使独独着大人，过高独独伫听主甲无听主，有救人甲无救人的心那定。这故事有较含吧？但这个是真的吧？但是只是讲，咱即嘛无法度啊。咱就讲12岁去做传道，无可能啊，对吧？无可能啦，一定要先读迄个大学了后，去读迄个。啊，讲那个，咱就去礼拜堂，是拢爱先开会吗？对啊。伊讲阮遐个牧师伫讲话，就是讲迄个大家拢对别个教会拢误解啊。啊，比如讲。咱可能想到神道会好啊，神道会误解一下。对，可能神道会其实足侪间诶啊，无一定拢是甲神调有关系啊，先啦。啊，反正大家讲，咱知咱长老教会上互人误解诶点是啥嘛？我知道知啊，我毋知。讲咱就爱开会。好，了解。就是咱是一个制度相当严明，逐项代志拢爱开会，两边小会，两边大，什么中会，两边。个什么中会个咱大概就无拢讲咱今仔下晡有啥物会请大家劳保。咱是一个就爱开会教会。我说你这有啥物看法？开了是足烦诶，毋过事后看诶真正若无开会是袂使咧。人家靠人性个人去咧换几个代志迄出代志拢不得了。对啊，我讲这我是认同诶，但我有当时我嘛看这个文章，我来想讲。咱是毋是开伤侪会啊？然后就是讲，人这边仔用刷啊，就使写字啊。咱可能爱开讲，真袂使这囡仔这爱先甲客气袂使凊彩去乱讲，对不对？个建堂嘛，袂使凊凊彩彩，咱爱先开会看，爱偌大间，什么所在建堂是毋需要？差不多要补一年，这讲话大家笑就好啦。这是因为咱有当时会失去迄个听主的心啦，有救人甲无救人的心啦。但我嘛感觉爱有迄个制度啦，我较爱有制度的社会。过来这篇我感觉会惊着囡仔咧。牧师，咱是甲读好啊。这是一个女宣月刊，应该是女宣月刊，算讲互女性咧看的。对，主要是女性咧看的。国内好是长老真出名。干嘛？这是我毋知什么。真出名一个长老。这嘛咱的特色啦。但长老教会真早就有女性的长老啦。有所在即嘛女性佫袂使徛讲台的。所以这伊的故事啦。或者译文，一个译文，这个人，这囡仔，伊是为虾米改变？以下的故事，请。伫礼拜日的时，译文的妈妈互伊5角银，要互伊伫主日学通现金。无说你就买安尼嘛吼？你要去主日妈妈互你摕你钱，叫你来现嘛？你想我甲乌起来哦？我毋捌咧，毋捌啦。这点我是真怪，但是。加减妈咪想讲，等下摕来食糖啊，无人知。我毋敢，因为囡仔无登记啊。无啦，都乖人讲就行。安尼对啊，这我感觉有机会继续去。伊一面行一面想，即使我将这5角银留底，我着怎样用才好？你看，伊是嘛？伊佫对家己讲，我会通用这个钱来买一支冰机，还是？买一粒甘露来佚佗，甘露是啥？甘露就是一个囡仔咧耍陀螺吗？有一支钉顶头一个圆圆，细，那个拍起来就会细啊。我无法度理解，阮个时代无算过。基本囡仔讲我无法度理解。其实是陀螺诶。
毋是陀螺甘露，啊知，反正以前一款，迄个普通拢细细粒啊啦。反正迄个应该流行的一个佚佗物啊，嘿。这个钱对我真有路用。伫主流的内面，当小朋友伫现金的时，一文将伊五角银藏伫地下内。伊想讲，伊的老师一定毋知影，是伊的老师会想讲，伊袂记得带现金的钱。所以我讲无人会发现啦。伫分班伫读册时，虽然伊真注意伫听老师讲故事，总是伊的心常常伫看入伊的五角银，惊了互别人甲伊偷入去，是无去。伊心内不时伫想，我的确袂用得，互我的妈妈知影我无现金。即使我若将钱摕啊，钱摕伫地下内，钱摕伫地下内，无久我的妈妈一定会知影。所以伊伫闭会以后，就赶紧走倒去厝里，将钱藏伫伊的面床骹。足巧诶吼，因为囥裤底下人无注意摕去洗，就发现讲钱无现嘛，所以先甲藏起来。平常时一文逐日拢真晚困，总是迄暗伊特别早困。伊要困的大声，伊就去面床骹顺遐个钱，看有伫咧无，然后才安心爬上去困。遐个钱虽然伫下面无人知通甲伊摕，总是伊规暝变来变去，袂困得。到真暗，伊困去的时，伊有做真侪梦。我感觉这就是这个张乐写的啦。含囡仔就会惊着啊，开始眠梦，头一个梦，伊看到一个善乡的非洲囡仔，对伊的朋友讲：“我几若日无饭通食。”伊的朋友真奇怪，就问伊讲：“是安怎？啥人将你的饭抢去食？”迄个囡仔因讲：“因为一文这礼拜无现金，所以上帝无将钱赏赐我，通买物件食。”无说你会感觉写伤过头啊！你是要惊囡仔吧？这主流根本上你甲囡仔讲这故事。我说你还是安尼较直接，安尼囡仔都听有。我个人是老实讲，我也无赞成啦，但我想还是甲读出来。安尼无说你感觉主流啊，根本上安尼教？这真歹讲咧。安尼是安尼教，其实嘛袂歹。就是讲，效果真直接啦。第二书信嘛是安尼吧？因为咱有当时嘛讲迄个啥，咱伫台湾咱比如马个朋友要去的时阵，迄阵嘛是美国真侪，加拿大真侪囡仔主流的钱现金嘛。咱照遐钱寄来台湾，到去用厝嘛。正面就是因为有现金嘛，所以有帮助着咱。你若另外一方面来讲，伊若拢无去现，可能咱就无去经。安尼嘛差不多这故事嘛，只是讲你安尼讲，感觉淡仔恐怖。然后无饭通食，是因为咱无现金诶。过来拄也是非洲诶嘿。一文过梦见一个印度查某囡仔，徛伫一间病院诶外面伫拍门。伊甲迄个来开门诶护士讲，伊诶妈妈需要药仔来互伊诶小弟食。总是迄个护士甲伊讲，真实诶，今仔日我袂通互你，因为一文将所要送来诶钱，搁带倒转去。安有恐怖无？我这继续诶。一文看见即个查某囡仔真失望倒去诶时，一路目屎直直流，心内非常痛苦，因为听讲一文将伊现金诶钱，搁带倒去要做伊家己诶路用。当一文天光醒起来时，拍伫伊诶桌顶讲：“我做这诶梦真正通惊。”后来就随时穿衫，将迄5角银摕去互伊诶老师，甲伊讲：“我要将这诶钱送去外国，做帮助善乡人诶路用。”
伊诶老师真欢喜，伊也真欢喜，因为伊所做诶代志，互伊诶心充满平安甲快乐，佮因为伊对通囝诶梦，互伊无将应该还诶钱做家己诶路用。煞好啊，安尼四篇读落来，咱即马咧看，要看非洲啊。我来好台语较我即阵啊。这故事有淡仔恐怖啦。我家己感想是讲，我即马较本位主义啦，就讲咱为身躯边开始啦。对啦，对，比如讲咱华人诶啊啥，我嘛捌去认养过什么非洲贫童啊。然后尾仔就想讲，咱台湾嘛真侪需要帮咱诶代志啊，啊，就为咱身躯边开始啦。当然教会嘛是有需要嘛，这逐项事工拢有需要啊。找一个你会使奉献诶所在啦，有当时无一定要奉献金钱啦。老实讲，我知影有人可能钱无遐济，时间啊，是讲你到祈祷啊，啥拢是好事啦。因为你讲你对非洲遮代志较有感动，常常放在你诶祈祷内底，嘛是一种奉献啦。安尼，无你会真侪代志，愈想你会愈惊，感觉讲啊，咱会到即马即个社会佫是安尼啦。变做你要食一顿较好诶，你嘛感觉就歹势。像这鸡仔饼你都毋敢食，对啊，你讲嘛无好，我是即个态度啦，牧师你感觉？我嘛小讲啦，小讲啦。对啊，像你去讲文理事工，你嘛袂讲逐个，我文理事工上要紧哦，逐个别项讲较无要紧。我迄是毋敢咧讲啦。但是要安甲讲文理事工，要安怎无款啦？文理事工就强调伊诶重要性啊！现主时文理事工看有偌济影响遮尔济人，影响遮尔济事所以请大家继续去来支持文理事工安尼。对啊，嘛是为人较有感动诶，较无。对啦，这当然无共款啦。若有感动的加支持啦，无关心大道嘛袂歹啦。我感觉这像咱这几篇，就是因为文理事工大家看会着啦。好啊，上尾读金句，请牧师。咱今仔日要读诶金句是伫希伯来书12章第5节。我诶囝毋通看轻主诶管教，受伊责备，嘛毋通灰心。我搁一摆吼，希伯来书12章第5节。我诶囝毋通看轻主诶管教，受伊责备，嘛毋通灰心。